samrashtele ta khasa nganchu ki supui chashi khashi chi torwa ta tri nganchu supu ki chashi dan dewi ki chiru chunchun lana da chiru thunthung da di khashi chi so sherwa de ga tue da tambo de 我头疼我头痛 ta de norda 我头疼了sna ngon na ki tulur 我了ngara 头了生过了疼了是那拿住脚吧那哇我头疼了是那俺过那个肚了是第五点我牙痛我牙痛我了是俺哇牙了是说的牙齿了个说痛了是那哇我牙痛了是俺说那一肚了是我的朋友今天生病了，所以他没来上课。我的朋友，我的了是那个朋友了是那主播主播了，今天了是那3生病了了是那拿下了是，你给主播3拿多了是，所以结账他没来了是可累命多了，他来了可哇没了是没吧，来了是那用吧。上课了是那自着出去，所以他没来上课。这堂课自着出去用门多了是，人家的我的朋友今天生病了，你给主播3拿多了是，所以这场他没来上课，困自着出去来门多了是。第五了，我昨天晚上。熬夜看电影，所以今天眼睛很酸。我昨天卡上晚上了是古摸了卡上古摸，熬夜了是吃皮呢，吃了你妈可呢，熬夜了吃个皮皮了啦。看电影怎么打比了是的，容易了。我昨天晚上。熬夜看电影，我可是讲到了健康上，但容易打比了是，所以这张今天3眼睛了是迷路，很了是那哈讲，酸了是那，但俺做给能做给酸了是那就没了个个说，因为那了他对我没办法上了的个说。我昨天晚上熬夜看电影，我都看到健康上，怎么打比了是。所以今天眼睛很酸，接上3米对我们都了说。我好像感冒了，喉咙痛，声音沙哑，流鼻涕，还有点发烧症状。我好像怕青了，我了了好像了是那怕青。感冒了了是强迫破死的了，我好像感冒了，我怕去强迫破死的，感冒了是强迫那了，我好像感冒了，我怕去强迫破死的了是，喉咙痛，喉咙了是没巴的，我是没巴，痛了是哪哇？喉咙痛了是没巴那个多了是，当我是强迫那的没巴那个多，喉咙痛。声音了是那改了个改，啊就改，声音沙哑了是改嘎吧，改唱吧。声音沙哑，流鼻涕了是那都是听个多了是，流鼻涕，还有等等，还有点，但都对自己有点了是对自己的话，发烧了是超跑啊，发烧症状了是热大。我做给强迫破给那大卡的多了是呢，大可你把那呀去给个呀去那都团去超好怕呀给那大多了是症状了是呢，那大。我好像感冒了，喉咙痛，声音沙哑，流鼻涕，还有点发烧症状。第五了。我好像吃坏东西了，肚子痛，
还拉肚子，身体很不舒服。我好像我怕钱吃了啥了坏了是呢，肉菜觉得都加了过的哇，东西了是呢就加了过的，一难的了塞了过的。我好像吃坏东西了，我怕些看了突然肉菜就去塞的了，说明了看了都加去塞的来着。我好像吃坏东西了，看起呢肚子痛，肚子了这个了痛了哪哇？肚子痛，这个那一肚了是，还单独拉肚子，拉了是那血不点的嘞，拉肚子了是那这个血肚了，身体是不很不舒服，是不得不让民肚了，很了是哈讲了，不舒服了得不没吧，舒服了是那得不越把谈的嘞，不得下边呢得不没不点的嘞，身体很不舒服。我好像吃坏东西了，肚子痛，还拉肚子，身体很不舒服。我怕去看那去塞诺伊塞的了是，看起来出个那个肚，出个血个肚了是不得我别，是不别得我们都老的。他对我了，我最近一直变胖，我地上每天的加把吃一肚了是。我了我说最近了地上一直变胖了是那加把吃多了是，我应该要开始减肥了是，我了我说应该了是也把的要开始了是我做过吧，可能我做过都减肥，更不算我做过多了是。我最近一直变胖，我应该要开始减肥，我的上下加把吃多了是，就这样也把的更不算过多了是。OK， 这里我就听不起的，我的那么样就去录一了。我头疼，我牙痛，我的朋友今天生病了，所以没来上课。我昨天晚上熬夜看电影，所以今天眼睛很酸。我好像感冒了，喉咙痛，声音沙哑，流鼻涕，还有点发烧症状。我好像吃坏东西了，肚子痛，还拉肚子，身体很不舒服。我最近一直变胖，我应该要开始减肥。开始了我做不的，减肥了是那更不说啊，开始减肥了是那，当更不算我做过多了是。我要这里个轮子到了呢，3年的给完了嘛，注意的了，都是呢。